收看咱的新闻。洪泰过后，台电人员当咧抢修，也传出有员工互电到，目前升到ECMO，疑似性命。如果未来2天还有一粒洪泰影响台湾，那边两党合作通过破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长杜英台长就批评，那边违宪佮违法，强调行政院必须要有作为。今年金门厦门收水活动本地7月26日举办，却来临时取消，原因是中央无核准中国人用专案入境，所以这个活动确定办袂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6日AM新闻，我是嘉豪。可能这洪泰过后，这台电人员大家是透明伫咧抢修，昨夜传出着这公安意外，一个36岁姓李员工无细力去互这高压电着送病院抢救，目前是升到ECMO来医治伊的性命。那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去到病院亲身去甲探视，劳动部今仔日呢也派人去到现场调查。目前除了发生意外的这个工区全面停工以外，其他所在呢是继续抢修。伫大日头卡台电胜利的员工，伫家己六卡乡高空作业，都是要赶紧甲电力修理好，辛苦工作的过程拢互记录落来。不过，加95胜利的员工，同款伫高空作业的时阵，无细意去电到，经过抢救，目前还阁伫加护病房。事故发生了后，路检单位也甲台电16到场调查，嘛出动空翕机现场模拟事故发生时的状况，要查清楚代志发生的原因。做认真啦，好，配合到啊，真好就对啦。电着是新公车啊了。新公车大家操作过了，已经顶昨天做地高工了，地高工。当那次洪泰过了后，南部电力设施受损严重，台电伫全台湾动员，一个同在工班有12人，工具机人员拢有够，到底是倒一个所在有疏失？这嘛是相关单位要追查的重点。现场看的就是他情况很糟糕了，大概存活的几率只有10%啊，8天都没有回家了。因为前一天晚上10点多回来，再看一下孩子这样子啊，希望大家能够帮他祈祷啦，这样。发生意外了后，工区停止作业，但台电提出紧急应变作为了后，才当复工。其他工区是关系到民生继续抢修。总统赖清德16透早甲经济部长郭志辉等人嘛前往病院探视，并了解治疗的情形。这整个电击的路线刚好就是重伤到心肺，所以他的心脏发炎指数那些都很高了，所以大概还好，我们ECMO是可以整个取代心肺功能，所以我们现在最关键就是他的脑部的受损的程度。如果脑部受损程度有恢复的话，我们后续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没有电，大家没有办法过日子，但是我们的这个台电的同仁都非常的辛苦，大家也看得到了。现在大家都是希望让他可以早日康复。胜利员工已经伫台电服务挖近10年，这届无细致发生意外，目前用ECMO伫续命，家属希望外界替伊祈祷渡过难关。若是意外安怎发生的，相关单位嘛当地深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讲到这菲律宾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预估伫咧未来2天就会变做今年第6号风台威帕。这气象署判断讲，这粒风台对台湾未造成直接影响。不过，这拜5到礼拜外围环流会予台湾各地头拢落雨，特别是东部含这恒春地区，雨可能会落真大，也提醒民众爱特别注意。大浪是风台季节，菲律宾东边的海面已经有出现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预估，过1-2天就会变做轻度风台，嘛是今年第6号风台威帕。气象署表示，若准变做风台，预估拜5到礼拜会上wat台湾，有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也毋过未直接对台湾入来。未来的路径跟上午看法还是一样，还是会比较先以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最后会从吕宋岛的北端陆地通过，然后进入到南海，然后再进入到中国大陆广东这一带。台湾因为吹西南风佮转东风，拜是台湾各地是侪云较好天，或者是落西北雨。南部地区含各地山区要注意过道有较大的雨势。拜5到礼拜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上大，拜5东部的雨势会豆豆变大，西北部地区以西北雨为主。
拜六礼拜南部会落阵雨，中部和北部会落西北雨，也那东部和恒春地区可能会下大水雨，提醒民众出门要注意。周六跟周日这2天的话，除了在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持续之外，在南部地区也是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目前来看，6日2天，中部以北的天气还是以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气象署嘛表示，拜四北部会较热，中华部分地区卖出现36度的高温，民众若是出门要记得补充水分。气象署讲，后礼拜一准风台虽然会对中国去，不过后礼拜二到拜三，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全台湾天气无稳定，民众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花莲的寿丰乡这平和村的行透早有一间铁柱大火烧，内面4个人拢过身。调频将质疑讲这水灵车上万来，消防局是讲是报案的人地点讲无清楚。也那这大火原因初步怀疑是客厅一台拉里奥在咧充电，内面的锂电池所引起的。遭这火场的这个女子伫咧厝外靠话讲，为什么消防车也未来？因为包括伊的爸母顶一个火人4人，也搁伫咧厝内。厝边头尾也质疑消防局救灾的速度有问题。他们12点多打给消防队，就消防队1点多，可能快1点半才到。为什么那么久？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对啊，重点是来的时候可能平常训练也不是很精实啊。告知他说人在哪边，他也不要喷那边。这件火警发生伫咧16透早12点23，寿丰乡和平村的市区一间铁皮厝，唔知什么原因导火。消防局讲是报案的民众和因的地址唔对，因到现场了就赶紧拍火，不过已经有人不幸死亡。第一时间指挥科受理的地址其实跟这边。跟他这边现场实际的地址其实是有落差，包括远景也都没有找到。或许是在报案的时候，可能因为紧张并没有描述清楚。这件火警总共造成4个人死亡，包括厝主70几岁的爸母，也有伊的阿姨甲小妹。厝边讲这地址有问题，不过公家拢无改。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地址在哪里？为什么会找不到？你们的住址？因为我们这里是平和市区42至32号。可是这里的地址应该是共和村。户政事务所也知道有这件事情，但是迟迟没有重新规划，把行政区域再重新规划，然后门牌重新编制。公所讲，这个所在本来有平和村加强和村，不过因为30几年前做大水，有一寡强和村的大户搬去平和村，不过门牌也是旧的。会关键协助民众维分户政资料，也会斗相共申请丧葬加慰问金。对有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也搁等待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那边两党合作通过普发现金100块的这个法案，这行政院长杜英泰遭到批评那边违宪国违法，行政院必须要有作为。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批评总统赖清德甲杜英泰要求赶紧要编列普发100块的预算送到立法院。那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质疑普发现金的效果，认为着要等这关税确定了后，立法院甲行政院才来协商。立法院伫国民党甲民众党联手之下，3读通过普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长杜英泰15讲，世界村的钱扣掉4100亿特别预算，敢若剩300多亿，根本无够2300亿。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违宪违法，行政院必须要有作为。我把这个钱也花给人民，一人1万块，他可能买个冰箱、买个储物柜来保存自己的粮食。对国家来讲，对人民是好的。但为国家的帮助确实是少。杜英泰强调，政府甘愿借钱救灾，不是借钱发钱给民众，也呼吁要让国民党甲民众党无机会乱心无算。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批评杜英泰甲总统赖清德讲白贼，无徛伫人民的角度思考，无拼经济，干那要拼政治。民众可以买很多的民生物资，补他生活之不足，而不是要听这些政府官员。完全不站在民众的角度，在这边搞飞机，在这边说干话。那对于国家因应关税所这个带来的这冲击，这个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对国家最有利的方式？那我想这个其实是还有待斟酌啦。但今麦是这期立法院无甲行政院先做整体经济评估就普发现金，不是好的方式，认为应该确定关税了后，再过来进行协商。日前朱立伦有说，这个如果罢免通过的话，就没有这个1万块可以。那
那这个不是很明显在进行买票，而且是公开的买票。林佑昌是批评国民党加民众党联手伫7日进前通过普发现金、是公联的政治买票，抢救大罢免，呼吁民众认清国民党的计谋。记者综合报道。7月26罢免投票，对今开始呢，各地头拢开始进行电视说明会。伫花莲的选委会场外，双方的支持者拢伫咧画休。因那场内立委鲍坤琪加这罢免团体领銜人，双方是头一届对射。讲到新竹市呢，这回是要罢免因的市长高虹安，也有这立委郑正乾。说明会顶头呢，也和罢免团体交锋对垒。中国双方电影发甲真激烈，面对头一波7日6大罢免投票，昨日起各地陆续进行电视说明会，场内罢团带头人，甲面临罢免的国民党立委同款正面高手。我们财保法修正以后，花莲县每一年增加161亿元，更希望从明年开始，幼儿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只要是花莲的孩子，能够教育全面。为了政治利益，就可以跟妻子假离婚，同时又是炒股经济犯。内线交易前科，担任审核全国预算的立委角色，更是让人无法信任啊！带头人李美玲及鲍坤琪制定违宪法案，无理煽动预算，甲亲中三大事迹。鲍坤琪是批评中央市政跳票，无顾华东人登去厝的安全，公告极端所在连手帮都无细致摕电倒兵。伫新北，抱团帮员大三元即期拿下立委，叶关基对选民不忠，伊本人是提文件喷剑来反击。叶元是365天总共上了565次的通告，薪水可能比他的议员跟立委的本薪还要多。到底是立法委员还是脱口秀演员？我是国会评鉴优良立委，我的质询次数名列前茅。如果我都不去立法院开会，我怎么质询？即摆全台唯一立委市长相拍的区域，新竹市抱团带头人直讲地政欠价高虹安2个人的贪污亲中争议，已经被传出有贪污的高虹安，也还是喜欢接受各种好处，吃相难看。戴先生引用了本人在立法委员任内的司法案件，用未定罪的案件，试图的要去扩大抹黑到所有的施政表现。传送的政府档案到中国国台办，台北地检署已经正式将郑正乾委员列为被告。抹黑抹红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提告了没有错，可是我们也提告了。郑正乾批评大罢免时浪费公家的钱无正当性，洪庭这高虹安是讲到家己先期的政绩来还债，呼吁罢免机制无应该互滥用。中选会表示，新北路兵在台中甲启臣杨庆英甘宽刑。甲新竹县林书明等5个罢免案地方选委会已经完成补件查对，中选会会伫10日公布审定结果甲投票日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搁再10天就是7月26大罢免投票，根据规定，对今开始禁止发布或者是引用民调，上重会当罚到200万。那准这投票一当天撞到风台，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就表示，依照法律规定，有改日期含改地点2种办法会当解决。请确认是否为空箱。离头一波罢免投票最后10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考察区公所7日6罢免案投开票规回，针对顶地网团即摆无投票通知单，也是用纸小票规可能唱票。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严正澄清无可能。阮都有嘴讲甲无烂，在投票日前2天把公报跟投票通知单都要送到家府去，这是法定的责任。听不懂的，他永远都是听不懂。但是呢，适可而止因为不要把我们的老百姓都当作是盘子。至于纸票轨里面会唱票的，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要组装开始投票之前，就要先公开的展示。根据选罢法规定，10日起袂当散布、评论罢免民调，那无可能会加上相关200万的罚金。另外，调看告急抢救用词，敢是触发李进勇强调，要依个案来审定。即便是具有这个民调的这个外观严格的说起来，并不是跟这个学理上所谓的这个民调有若干的差距，但是呢在我们实务上就个案的认定，还是会认为它是有违反规定的。
726迄伫全台高原市有5947个投开票所，以前国民党拢有监票部队，也毋过即摆真侪地方党部拢写集会做文书，做假联署官司。执法会主委柯慧珍表示，今年也是会有监票志工。中国国民党还是会安排监票志工，就是外部监票来，至少一个投开票所会有2个人，就大概有12000人左右。也毋过7月当时风台过，中选会说明办伊不幸拄着风台，有2种办法会得解决。第一是改期由直辖市县市选委会报经中选会核准，第二是换所在投开票。只要地方选委会决定报经中选会比早就会当。希望能够顺利的来进行。上尾风台卖来了哈。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宜兰的国际动员节，逼出着偷看事件，有女性民众讲，家己带囡仔伫咧一间内面洗身躯，却雄雄有一个查甫人开门撞入来，甲园区反应也无结果，甚至拢无去报警察。县政府表示讲，相关的监视器画面已经有留落来，也拿这一间现场也会加强男女漂视和巡查。伫咧宜兰动员节，即间查某的洗身躯间的喇叭锁虽然有刺落锁起来，但过门也是一刹就开开。县政府伫咧门顶有打各种的牌遐，但过即间洗身躯间最近发生一件敢若是偷看的案件，有一位女性带囡仔门锁起来伫内面洗，所以毋捌的查甫人甲门开开。如果他眼睛看得不是很清楚，或者没有仔细看，确实会很容易就闯进去了，就也不能避免吧，就可能保护好自己，但还是会担心吧。民众讲，洗身躯间的现场表示无啥清楚，真容易行唔到。有一位游客知影这个消息，对园区的安全真担心。结果今仔日16到现场加装巡逻箱，加强当地的巡逻。当事人讲，代志发生了，有向园方反映，但过工作人员只跟他讲会去看卖咧，尾就无结果，也无协助报案。所以，把代志抛上榜，希望迈过后一位受害者。那当日的相关的影片我们也已经留存哈。那在警方这边，我们也配合相关的一个影片提供哈。县政府讲，案件的监视画面拢有留来提供给警方。因那洗身躯间现场会加强男女的标示，园方人员甲警方拢会增加巡逻的频率。所谓洗身躯间换衫的所在的门锁，拢会伫咧门内边加一个绳啊，避免过发生这种代志。公视新闻综合报道。高雄一间连锁的西药至今所给予护理师指控讲，若这劳保补较低，爱因超时排班，甚至佫乌白扣这加班费。长期以来，白写护理师互因挡袂掉来洗头路。16早起呢，受害者含这护理团体也去到诊所外口တင်前抗议。刘工局表示讲，有接到申诉，等咧调查，也那诊所是背回这指控。一阵护理相关工会成员头发被爆掉，手提牌仔，大声发出对诊所恶疾做法的不满。护理师指控，三明区这间西药至诊所长期不下紧，用工时银行的概念，病人若少就叫伊先休困，下班时间到啊，人若坐就爱继续上班，上无到8点钟爱用假来补，超过8点钟累积起来加班，无超过迄个月总工时就无算加班费。恶疾的做法，和护理师挡袂掉，只好辞职，想要到诊所，佫唔放伊煞。我的同事他们都有去把那个副食宿的钱还回去给公司，因为他们就是很害怕，所以都还是有私下去找会计把这些钱结掉。对，然后像我跟这次的受害者另外一位同事，就是不愿意把钱交出来，然后他们就一直说，那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告你。在员工要离职的时候，还被雇主注记说这个人没有还违约金，所以他会让他的未来求职之路受到影响。受害护理师讲，诊所内面大约有30名员工，陆陆续续有人辞职，因为诊所会提告，所以有真侪人拢是选择行钱。伊这摆跳出来控诉，就是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认真看待护理师所遭受到的不当对待。对此，劳工局表示，案件已经受理，目前已经伫咧调查当中。现在就初步检查所生工时、工资以及加班费等相关疑义，依行政程序函请事业单位陈述说明中。后续如确认有违反劳基法的事实，将分别依法裁处2万至100万元的罚款。针对护理师的指控，诊所早起是将铁门救落来，公告休诊，打电话也无人接，只有伫玻璃顶悬打2张护理师的薪水条，甲1张简单的说明，讲因的做法是变形工时，毋是工时银行。关于薪水的部分，拢有照起工法，无乌白扣钱。记者柯嘉如、邱超阳、高永昌报道。
2071年，高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造成46个人死亡。这旧大楼的消防安全受到重视，新竹市决定讲要全国走大城，要专家补助旧大楼的消防设备。30年以上的大楼呢，会当免费装警报系统、广播系统、防火门甲灭火器。旧大楼常常因为旧年无人管理维护，消防安全相关的设备早就已经歹去啊。但是着火烧，就会造成严重伤害。为着要改善旧大楼的消防设备，新竹市府今年按算，予已经上无30年历史、管6楼以上的旧大楼，通免费换消防设备，相关补助50万。消防设备如果不完善、不齐全，也没有更新的情况下，其实对任何住户来讲，应该都是会胆战心惊。那因为我们人住在里面嘛，那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没有事前或者是没有事前的一些预警啊，那当然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伤害。补助系统性的一个火警自动警报设备跟广播设备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设备的一个诱因，来让我们老旧社区大楼，因为他们经费的一个不足，来让我们政府投入部分的预算，来改善整个老旧大楼的一个消防设备。只有指出，一般大楼消防设备要换新，通常爱开真侪钱，旧个社区要装经费真困难。希望透过补助方案，让民众的消防安全有保障。我们全市目前统计起来有497栋需要来去做相关汰换升级的老旧大楼。那目前我有请都发处定期回报，现阶段有100栋是比较在初级阶段需要这个优先来去处理汰换的部分。不过，市府表示，这大楼符合资格，拢会当由管委会提出申请，希望透过免费补助来提高民众改善的意愿，全面提升民众骑驾的安全。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桃园推出旧厝再生活化补助计划，那种有40年以上非主体使用的合法建筑物，就会当来申请改造甲活化，每一案补助上侪142万。或者老建筑的价值，若是土地甲建筑物，也会当成做观光的不法资产。这个真有外国特色的所在是伫桃园市平镇区的一hiệu故事馆。本来是眷村中正新村改建了保留落来的老厝，照一hiệu高军的故事。湖南的文化甲好食的料理，故事馆营运3年，接待超过10万的游客，平均一年3万多人次。它是安置我们郁郁孤军的这个眷村，所以我们一路流浪到台湾是一个非常动人的过程。一直以来保留这个云南文化跟非常好吃的料理哦。桃园市30年以上的老厝要到30万间，占全市3成。为了要活化有特色的老厝，市府推出老厝再生活化补助计划。注定40年以上的非主体使用的合法建筑物，若要申请改造活化，每一案相关的补助金会达到142万。补助项目包含3大项，第一项是老屋的户外修缮，以及老屋的室内机能性的修缮，项目包含天花板、墙面以及地坪。最后是老屋活化的经营。土地发展处讲，经过跨局处合作。继续改造旧市区的人文甲人行环境，也期待经过活化了的有特色的老厝，会当有民众甲社区之间的故事连结，互老厝的价值无过在只是土地甲建筑物，也成做观光文化资产。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美关税谈判进度，外界拢伫咧关注。迄个外交部强调，即卖抑阁伫咧进行当中，着立委烦恼台湾的农产品会变作是谈判的苦子啊，冲击着咱的农民。经贸谈判办公室表示，会捍卫农民的权益。随着美国总统川普陆续宣布对真侪国家实施的关税税率，也互外界关心台美的谈判进度。媒体问到台湾的对顶关税敢有可能关过32%，外交部处长陈明基是安尼回应。我们都不确定啊，这个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很少的国家在谈判结束之后就能够知道具体的一个汇率。那我只能够说是说双方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诚意，那么大家这个沟通，然后还持续在进行之中。立委烦恼，台湾的农产品可能会变作谈判倒定的条件。政府在协商过程中，敢会安尼让步妥协，冲击受害可能就是在一线基层农民的生活。基因改造食品的进入，第二个，针对美国的猪肉跟牛肉，不
用在标示。第三个，农产品上面，尤其对于我们台湾养猪业者可以说非常多，是否会对美国提出零关税？我们很清楚台湾的产业利益所在，所以我想我们会坚持。立法院外委会邀请相关部会报告关税谈判进度甲有期成果。民进党立委王庭富认为目前也咧谈判，虽然对伊量身严格，时机无适合，那将相关保密协定天地日头卡，会个互保护，受害也是台湾产业。就你了解，如果8月1号到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我想，川普总统所谓的10到20% 是针对现在原本4月2号公布的对等关税拿到10% 的这些国家，他要一并的提高到15到20%。那但是台湾是属于原本有个别对等关税的国家。台面后一摆实体谈判时间也来协商，经贸谈判办公室强调，争取8月7日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虽然对各国送出信函，也不过因为谈判咧进行，即马通知的税率，并无等于是各国上尾的税率。信函的主要目的是咧增加各国甲美国谈判的力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汉光41号演习今仔是第8天，这陆军无机 CM11战车受到迫害，赶紧派人来招收。另外，陆军234旅伫咧台中出动军8架车等兵力，要阻止该方军入来市区。一来讲到这台北的上山机场，今透早是演练反机工作战，要阻挡该方军攻击受到权。半暝上山机场无兵前，国军防范强军半暝利用直升机编队进行突击登陆，三军部队结合航警局执行反击工作战，运用烟雾加备空降场阻盖强军登陆。陆军官兵提出，会当早点行的起将飞弹锁定直升机，所落的战车、轮车火炮当热出，用火力将被进还敌军。汉光41号演习第8日创前防御作战，国军唔但演练首都保卫战，中部也爱防止强军进还。嘉南海堡是强军上可能登陆的红色海堡，城镇战是重点演练科目。陆军234旅出动军8架车，用火箭车赶去战术位置，也建构多战处的组织设施，运用地形优势布阵，向强军落入火幕陷阱。这周边的区域构筑了逐次防御的阵地，也预化了一个歼敌的区域，来引诱敌人进入我们预想的阵地，来进行集火射击。另外，公司新闻独家掌握，即摆汉光演习有新战略交易，一台外观亲像溪谷天线的车辆出现桃园，是中方院的新型电战干扰车，今年完成验证。今年由陆军540旅成军，头一摆加入汉光演习，对干扰中共无人机有帮助。发出就是相对应的频率，干扰这无人机的控制，乃至于就是可以整合其他的 ESM， 也就是电站资源系统，干扰敌方的这个船舰，或者是它的征收的平台，比如说它船上的雷达。另外，花莲演练要港防会甲战略物资专业，由海军属海军南搬做上船角色，再运战略物资为持久作战做准备。另外，国军模拟甲强军交战 ，CM11战车出现战损 ，M88A19战车出动进行野战抢修。汉光演习正值暑假期间国军在校园进行相关的操演，获得校方大力的支持，可以让学生近距离看见国军守护家园。演习期间，国军在江苗校园敦煌补给路径，那战车受损，会当后退战场第2线抢修了后，紧紧重返战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配合汉光41号演习，南部地区的防空演习伫16日下晡1点半开始。当然，因为这风台救灾来取消，也那高雄屏东时间一个到，警报就断啊。警方也随伫咧车路顶头引导民众去避难。2点警报解除了后，也随进行赈灾抢救的相关演练。演练就是希望用充足的准备来应付可能会发生的状况。防空警报声开始弹，高雄中山路的人甲车随照指示，就近就去百货公司，也是捷运车头内底避难。店家也随将铁门牵落来，对捷运美丽岛站附近的大楼看落去，规个市区车路拢已经净空。啊，若进入地下室避难的民众嘛，遵照指示做出保护姿势。你觉得紧急的避难标示相关路线做得怎么样？不错啊，有人在带耶。对
着紧急状况，开放地下室，互民众避难。急救箱、食食、饮水，所有物件准备真齐全。2点警报解除了后，第10全各项嘛进行战争灾害的抢救演练，包括伤病患的救治、灾民的收容照顾等等。无论是医疗、生活物资，也是食食、饮水的供应，市府表示，透过公部门甲民间的配合，面对各种状况来加强演练，做过充足的准备。每一个演练其实都有它的必要性哦，不管是公共场所的怎么样的收容民众，或者是像这样子，我们怎么样设置安心站，甚至怎么样去服务我们的市民。他持续保持防灾赈灾的意识，因为每一位市民、每一个社区、每一个组织，都是串起我们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可以看到一名重伤伤患，他仍有些许微弱意识，但目前倒地不起。屏东县这摆也同齐做演习，除了防空避难，嘛有针对战争遭受空袭、发生火灾抢救甲相关的救护来做演练，确保若是有灾害，会当互需要的人即时得到协助。头摆结合汉光演习做伙办的城镇润成演习，台南因为风台救灾取消，高雄甲屏东的演习原本无传出违规状况。记者柯雅如、柯敏哲、柯昭雄，高雄屏东综合报道。2025年金门厦门的收水活动，本地7月26日举办。不过金门县政府说是公布要办啊，原因是中央无核准中国人呢用这专案入境，所以这个活动确定办袂成。腊八8日起，100位收水的选手做伙冲向大海，这个画面真壮观。但年金夏泳道拢会吸引超过200位中国选手甲教练去金门挑战这个海口，是金门当年重要的活动。不过，原底7月26日要办的2025年第13届的金夏泳道，金门县府昨日宣布无法度办。今年是由这个陆方主办的哈，那我们这边大概是负责协助接待。那重点的话，是因为它是从海上入境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入境的这一个许可，必须由中央来发给。那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收到这一个入境的许可。县府水平按照规定，中国甲人员专案入境需要向教育部体育署提出申请。县府分别伫5月28、6月20函送审查。不过，这个案无得到核准，也是驳回，无法度完成证件申办的作业，所以受水的选手也无得到专案入境的许可，影响大约200名的选手甲900位的行政人员。我们都希望是可以用体育的交流促进正向互动啦，经由我们的努力。可能会让这一个活动它的一个样貌更有不一样的一个展现。县府的活动邀请函敢若列出26暗时海泳之夜，27个海上长泳行程，拢无讲到金夏泳道的活动。不过县府也强调，7月27举行的金门海上长泳活动，体育署已经批准金门县体育会申请。允准部分中国人士以专案入境的方式参与，未来若有新增加申请案，也会送去教育部审核。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某一间高中的球队逼出着学生甲学生偷袭含霸凌的事件，这学生家长就指控学校拢无要无紧，造成囡仔心理上的创伤，已经有去找这心理医师啊。想袂到球队教练伫咧宣导的时阵，搁再把这囡仔的名讲出来，造成第2届伤害。不过学校表示讲有随同步处理，加害学生是照校规来处罚，那牵涉性病的部分，也搁伫咧调查。他的心理有一些状况，然后他每天都要求我给他转学，如果不转学，他就要逃学，甚至不好的念头，甚至想要走极端的行为。发现囡仔有各样，带去看心理医师，家长日小姐讲，囡仔旧年互同班同球队的比学生讲话欺负，昨日伫学校已经熄灯时，这个比学生走入去偷翕影片，甲无清扫相片。今年3月，比学生甲私密影像传入去球队的群组，囡仔身心受到创伤。为此向学校检举性平案，不过教练辅导宣导时，却是讲出囡仔的名。为遵守性平事件处理原则，应当保护被害人相关资料。却违反个资法及性平事件处理法的相关规定，造成了我儿子2次的伤害。李小姐指出，学校对检举性平案态度消极，拖到6月底，未晓偌进前才受理这个案件。不过学校方面讲，家长一个反应就启动性平的调查。委员们在调查完毕之后，他需要一段时间去撰写那个报告，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也有跟家长说我们的处理程序。
学校强调，拢要法规规定流程进行，来避免无周全、侵损双方的权益。台北市教育局指出，成品事件学校7月初2摆访谈，有计8月底9月初完成送成品会。因来欺负事件，双方当事人同意之下完成调和。被学生言行不当，依照该校学生奖励顶处规定来处罚。个人是不是泄露个人的资料，教育局也正专案调查中。这种霸凌或性平的行为其实是零容忍哈，我们也会督导学校尽快的处理。对家长指控球队采校长校地制度有真侪不合理，学校解释团队运动爱建立共识、较严格，严格无军事化管理。教育局是讲学校明确提醒球队的学生无允准任何不当行为，若知道相关的检举，会启动对应程序，经过确认属实，依照校规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土城进前有已经申请到保护令的太太和伊仔，互翁仔来抬死。大家也关心讲，这保护令制度敢是有空芳呢？有立委是认为讲土城这个案件合法保护令的程序无问题，不过外界也积极检方无申请羁押加害人，这羁押的标准就要检讨。新北土城顶日发生有家暴前科的查甫人违反保护令互掠，检方无保撤回了后，杀害家后甲伊仔，引起社会质疑保护令制度敢有空芳，立即质疑家暴案当日相关单位敢有尽力预防，也是要互社会安全网一直有空芳。为什么案件数每年不断持续的升高？是这个社会变得更暴力了吗？还是家暴防治法在卫福部主管的范围之内有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是的，应该要了解原因。好啊，你彻底来解。你什么时候要了解原因？好，需要多久了解原因？我们1个月好不好？1个月好，没问题。有立委认为，专案保护令的合法定定数拢无问题，也不过检方宣布成案，是迄当时无充足的证明资料参考。检察官爱伫短时间内判定敢是成案，其实有难度。是不是法务部跟警政署这边沟通好，要特别提醒他一定要去问这个被害人。被告有没有长期对他有虐待？因为申请保护令今天可能是第一次，但前面可能已经照3餐打了20年了。希望把这些的相关的资讯给检察官做一个申请羁押的一个参，所以可以嘛？重要的，好，可以嘛？对不对？对保护性社工诊所不足瓜1/3，立委要求卫福部赶紧改善。卫福部甲法务部强调，针对土城命案，会做全面性的机制盘点，针对包括了解家庭背景、个人身心状况等，提供更较侪资讯，予检察官申请羁押时有所依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文化部伫今年推出为台湾关系世界博览会交流计划，这届也和台湾的民间品牌合作，要伫咧日本举办4天的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甲台湾的好食面，也有工艺，甚至是关注平民的文化，要展出来互看。无论是梅啊、红啊，甚至是环保袋啊，拢会当看到台湾的元素。这还毋是台湾设计、台湾制造，佮要和咱的文化国家队做伙去日本办的世界博览会。文化部今年特别和民间团体做伙合作，用台日清风做主题，甲台湾传统的食食文化，亲像大饼、卤肉饭、水果米露，也有在地文创商品和关注民文化。总共上百个台湾在地品牌，要到日本办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台湾被看到的其中最重要的，除了大家都已经看到的科技啊，或者是我们的经济，还有各种生态，其中我觉得最近一直被看到就是文化。文化部长表示，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特别甲活动对2天延长到4天，要让日本民众会使深度体验台湾的文化。另外，外交部表示，台日合作的文化外交已经在日本产生正面的影响。这届活动唔但要让国际感受台湾文化的魅力，嘛要让世界看到台湾。这个文化的力量能够跨越语言跟国界，那么让世界感受到台湾的多元、开放以及独特的魅力。文化外交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也是展现台湾软实力的一个关键。外交部指出，这摆台湾去参加世界博览会，唔但通增加台日的文化交流，嘛展现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决心。另外，文化部嘛希望透过这届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嘛通提升台湾品牌伫国际能见度。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
最近这几年，台湾籍的酒真侪，伫咧国际比赛当中拢有真好的成绩。今年呢，这中华梨林有酒庄参加法国里昂国际酒类比赛，打败55个国家，伫咧7854支酒内面呢，用葡萄酒加蓝酒摕到2块金牌。那是头一个伫咧无共酒类摕到金牌的酒庄，也是亚洲国家4块金牌内面唯一摕到双金牌酒庄。一拍一拍的葡萄，外皮也青青，嘛较细粒，这是专门用来结酒的乌河葡萄。中华梨林镇是全台湾酒庄密度上悬的乡镇之一。今年有酒庄参加第16届法国里昂国际酒类比赛，伫葡萄酒类甲蓝酒类拢摕到金牌。这嘛是这个比赛举办以来头一个伫无共酒类摕到金牌国家。平时因无啉过这款的口味啦。伫咧6年的项目团内底所成了，伊整体葡萄酒的口感变啊加足细致的，过来伊的深度嘛变啊足圆润的。台湾有学者到记者比赛，捌参与中研院台湾葡萄酒发展研究计划学者表示，法国里昂国际酒类是受法国政府管理的比赛，制度公正。台湾有结葡萄酒的技术，但是国外评审对台湾葡萄酒的气味较青分。学者认为这道调奖是真无简单的。台湾的气候就是做安酒的，甲酒香呢，按家己的特色。按这味的虽然受气候的变化，不过这味一定爱建立确定的味。安尼消费者才有法度熟悉。学者表示，这2支黄金的酒是以梨林平埔族巴布萨加梨林农产甘蔗落去号名，唔乃当互国际熟悉台湾酒，嘛真有地方特色。学者嘛建议，台湾应该爱建立完整酒的管理制度，佮有酒的食品履历，随后对台湾酒的发展加推展会愈顺势。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由国内视障者组成的黑米视障人声乐团，去到澳洲参加国际现代阿卡贝拉大赛，是决赛队伍内面唯一的亚洲团体。这回是打败澳洲乐团摕到金牌。比赛时阵呢，因个特别穿去年参加双十大会变服装，代表台湾出席。优美的歌声情感丰富，阁有查甫声加入，经典歌曲橄榄树轻轻啊唱，都真感动人。甲个人生命经验唱入这首《蝶恋花》，声调语气的转拗，句句动人心弦，成功突破语言的差别，全场拢同感。啊，那轻快的曲风当然嘛无问题。连续5首作品为古典诗词唱到国际流行，伫舞台表演的就是台湾虾米视障人声乐团，征战奥地利第22届沃克托托国际现代阿卡贝拉比赛。毋但是亚洲唯一晋级摩擦电组决赛团队，嘛打败奥地利、德国、芬兰等地的欧洲乐团，为7个队伍当中比赢摕到金牌。欧洲的这些团队，他们还是表现出非常多的肢体的动作啊，大动作。那这个是我们虾米所没有办法去做比拟的。那还好呢，最后主办单位真正在看，还是在于他的声音。国内这个乐团团员拢是视障者，去年双十大会穿代表台湾的服装。捌上台献唱，即马佫以同款的装扮参加国际赛，得到金牌，创下台湾的纪录，嘛互世界看到台湾。我们准备了将近快1年的时间，而且我们要出发前2天唱的每一句唱词呢，他们都重新把它每一个都去调到每一个人的声音应该要什么样子。乐团一路行来无简单，克服视觉障碍，掌握准确的音准，迎合团员的声音。比赛前佫一直调整，才有这个成绩。尽管因看无，也是用歌声分享上辛苦的情感，扭转大家一心。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这届，这丹那是丰台台南的兰花产业呢，就算是超过20亿。业者表示，讲兰花对细丛到开花会当出货，需要2年的时间。即马这兰花因为丰台省等介绍按算的起2成，业者希望政府来斗3工，让这项世界有名的产业早一日恢复。
当那是风雨扫过南台湾已经一礼拜外，园区内花间也是翠糊糊，连人花材啊嘛性格密密茂茂，加上迄几天搁停电，地势湿度提悬，日头一出来，内底花会生菌，甚至有的叶啊嘛会发乌烂去。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这业者估算损失超过20亿，园区理事长讲，这回对整个兰花业者造成真大打击。第一啦，就是川普的问题，迄个关税的问题，过来的风台的问题，过来汇率的问题，这拢是造成阮足大的一个压力。过来的现有大家正要复建的一个较大的压力。伊的时间足长，伊的周转率较慢，所以讲伫阮的迄个库存的压力来，这就是阮的迄个资金链的压力，所以对阮来讲。会影响会较大。种兰花对材啊到开花出货，上无爱2冬的时间。但这个园区内多数拢是已经1冬半啊，风雨造成真大的损害，或者是业者心肝咧智慧。这阵因先赶紧抢救，搁会当的材啊好打，救偌济算偌济，这嘛连带影响整个供应链。并从业者表示，兰花是松树强在咧使用的，这摆采食品种嘛已经出现欠花现象。计小按生的起2成。我们现在为每间都很缺花，然后缺花完之后的话，变成说我们调花也困难，价钱呢会更是贵，变成说很多人在争着要抢着花。目前几乎现在市面上缺的都是缺色花，有颜色的花比较多，白色的话因为大家都是基本花会种的比较多。另外，菜花市场这回白花损失嘛影响到日本的市场，因为日本50%以上拢是对咱台湾出去的。业者嘛讲，按算爱1冬半至2冬，兰花产业才会豆豆恢复。伊嘛希望政府通帮助咱界，无论是补助贷款，也是延长行钱的期限，通互咱界一个重新的机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但那是风台过了后，这中间的工课正需要大家来斗骹手。劳动部启动临时工申请，伫咧云嘉南地区核定超过1700个临时工作机会，这逐个月津贴上悬28000块，希望大家当来斗做，也当互灾区的民众有短期的收入。就业服务中心的人甲民众确认因的户籍一个大的所在，若是民众即马无头路，而且想要参加天灾重建工作，就让登记天灾临时工。家里也影响到，受损得很严重，所以我刚好看到网络上有报，这里可以申请短期的零工补助啊。所以我过来申请，没有在工作，那个树木也都倒了，要让它长出来也要一段时间的，所以闲呢，想说找个临时工。当那是风台扫过了，云嘉南地区灾情严重，因为灾区即马人力无够，为了要协助灾后复原，劳动部联络地方政府甲所属的单位，协助整合提补人力的需求，让灾区失业者有短期的收入。劳动部已经启动了天灾零工协助措施。提供灾区失业者1725个短期的就业机会。云林地区我们有核给198个工作机会，工作津贴以每小时最低工资190元来核给，最高每个月会核发到28590元整。劳动部讲，只要民众失业，或者是住伫咧灾区，或者是因为天灾造成失业无头路，伫8月初进前拢会让到就业服务中心登记。若经过核定，会介绍到适合的工作地点。实施期间是1个月，再来再去看灾后复原的情形，若有必要会让再延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这届风台内经济部有做统计，有33个供电厂受到损害，大约算长0.4%。环境部指出，讲这家机关上严重，有114000块供电棒歹去，业者就要依法回收。因为一寡是气电共生，目前也当咧检验这气温的水质。有一寡地区呢，这化学元素并超过标准，那其他拢是正常的。咸水池顶的供电棒，互风吹到外国去窜，但那些风台带来17级的强风，为家己布地定律，也互家己新闻供电案场受损严重。经济部统计，全台有33个案场受损，占总设置量的0.4%。供电棒会这么严重扭曲，实在是风力伤强。它有一些扭曲的部分，它是随着风向的部分来做一个扭曲。那这个案场也是在我们台风登陆的这个附近，我们都必须要
在精进我们的韧性的这个作为。水面向供电帮损坏，环境部指出，家己上严重基础时代蓝，合计2800栋，这个塑胶废弃物爱回收处理。严格环境部指出，受损供电帮并不是有毒的废弃物，实际检测水质除了部分地点免背景值偏悬超标，其他重金属、盐等浓度拢无超标。大概有一半是零检出，那其他的呢？除了锰之外，因为那个当地的这个锰，它的这个浓度比较高，本来就比较高之外，其他都是合于标准。也毋过，也有入几期，在后几日啦，受损供电帮也无清理，也是堆伫路边。环境部监视以废清罚，单罚600万。等于是跟我一般的灾民是一样来看待，就是希望说他赶快清理，我们给他一点点时间。如果他没有清理完成，我们会开罚，就开罚300万嘛。对，我们没有那么多，大概废清罚那是6万嘛，先6万，只有6万。国民党立委陈小平烦恼，废弃的供电帮顶边有积水，恐惊会造成天高地的帮塘带来疫情。环境部回应有请业者赶紧处理大案场2个礼拜，小案场1礼拜内完成清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英国、澳洲等19国共同参与投入35000人，讲是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的护新军岛联合军演。有人认为讲博特是要吓惊中国。另外呢，这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访问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会面。在咧会面的时阵，澳洲就表达反对各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美国甲澳洲展开3礼拜的护新军岛联合军演，这也是6年以来上大规模、项目上复杂的演习。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届计共有19个国家参与，动员超过35000名兵力。另外，今年演习也是头一届伫澳洲以外的所在举行，会扩大到巴布亚纽几内亚。除了传统的陆海空联合作战，展现真侪个厉害的武力整合，也头一届利用 AI、网络战加跨国实弹试射。会对规个印太地区的军事局面产生真重大影响。Countries come because they want to both be experts with themselves, but like Australia, we recognise we're stronger when we're operating with partners. This is why we have 19 countries here partnering to make sure they're as capable with each other as they can be. 针对这届军演，外界暗示讲，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为着吓惊中国伫太平洋的军事扩大，也为着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做准备。那中国的军事专家是表示，美军选伫澳洲试射飞弹，表面上看起来是华府有想要降低敏感度，以演习代替实战，但是实际上是加速中程飞弹伫西太地区的常态部署。那中国国防部也重新强调，美国举动会严重破坏区域的稳定甲和平，中国会坚心反制。另外，因为过去10年以来，中国甲澳洲的关系，无论是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也是地缘政治方面，拢是一直有冲突。最近，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到中国访问，也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拢表示会以对话做核心来深化双边的关系，但是艾班尼斯也当面向中国抗议中国海军伫澳洲的外海实弹演习，也搁再重新强调澳洲对台湾议题的立场，是支持即摆的状况，反对任何高级别改变两化现状的行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中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我们都应该坚持大方向。We have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region, but we continue to engage in order to support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除了习近平，艾班尼斯也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见面。李强表示，希望澳洲会当提供中国企业更加公平、开放、卖歧视的商业环境。公视新闻新路陪朋友。讲到柬埔寨这旅程结束要30年啊，不过烧战期间呢，有大真侪地雷伫咧涂骹，对民众来讲是真大威胁。参与排除地雷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发现讲这狗仔含鸟鼠，特别是非洲内大只鸟鼠，片仔是真灵，真紧就会当找到这地雷和微波弹，对清除地雷真有帮助。
伫这片草坡顶，排队人员看有训练过体型大只鸟鼠，详细找可能藏伫涂骹，也是草坡内各种地雷。这阵排队人员属有非政府机构人员杀伤雷排毒组织，荷兰文简称叫做阿婆婆。柬埔寨经历1960年代至1998年2届雷战，也有中央的赤柬恐怖统治，除了人民死伤失踪真济，全国真济所在也有藏几落百万粒地雷，也甲微爆弹，是地雷污染上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包括政府的柬埔寨排雷行动中心在内，也有几落的官方甲非政府组织共同为排除地雷的努力。除了金属探测器这的器材，动物嘛是排雷人员的好友伴，其中佫以狗仔，也佫非洲大鸟鼠上互人肯定。គឺខ្ញុំជឿទុកចិត្តលើកដុលដោយសារខ្ញុំធ្វើការមួយកដុលយូរដែរហើយតាំងពីខ្ញុំធ្វើការមួយកដុលមកគឺកដុលតែងតែរកឃើញរហូតគឺមិនរំលងមានអញ្ចឹងណា Dogs and rats they are better compared to other animals because they are trainable. They have high capacity of sense in terms of detection. 非洲大鸟鼠干比亚这个上济，体型比一般鸟鼠大真济，包括身躯甲尾上长有90公分。因为非洲大鸟鼠找到地雷的效果真好，多年来也佫出现几落只明星大鸟鼠，像讲叫马甲瓦的非洲大鸟鼠，服务期间找到71粒地雷，佮加28粒微爆弹，也佫伫退役进前协办排雷英雄金一奖奖。2022年过身的马甲瓦，伊的记录伫2025年互拍破。这只叫罗林，目前找到的地雷佮加微爆弹，拢总124粒，而且也持续伫增加。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7度到3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